2019年反送中运动了后，真侪香港人选择来到台湾追求这民主甲自由。陆委会主委邱水正指出，讲这5年来已经有5万的香港澳门人士摕到居留证，也那1万人伫咧台湾定居。伊嘛表示，讲未来会继续协助移居台湾的香港人，甲因斗阵来守护民主甲自由。 册店内面挂满民主自由的画字，册架啊顶面藏的拢是香港政治的禁册。这间铜锣湾册店原本伫香港开业，后来因为2019年的铜锣湾册店事件，林英基先生出面讲出伊互中国政府拘留的过程，引起几千名的香港民众赞声游行。后来2019年反送中运动，林英基先生彻底失望，选择离开生活60档的故乡，来到台湾追求自由民主的生活。 台湾将来也是，我们看起来也是挺麻烦，共产党会搞台湾。其实可以去加拿大、去美国都没问题的，但是我喜欢台湾，也希望可以好好保护台湾。 除了册店头家林英基以外，香港反送中过后，嘛有侪香港学生，因为自细汉就真喜爱台湾的音乐、电影，决心来台湾找找梦想，做甲艺文相关的工课。因为伊阁想要转去香港看父母，也烦恼有无好的效应，所以伊无要面对镜头接受访问。最初想来台湾是因为我国高中开始就会听台湾的音乐，然后。 接连就是有认知到，其实台湾整个艺文的那个土壤这样的丰盛，然后大家都很愿意接受新的事物，这样。伫台湾的铜锣湾册店，伫10月17搬厝刷位重新开幕。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嘛特别亲心送花篮到册店，甲林英基先生交流。陆委会表示，反送中运动了后，这5年来一定有5万名的港澳人士摕到台湾的居留证，1万名的港澳人士来台定居。陆委会希望台湾的民主自由会当愈徛愈在，或者香港人甲台湾他乡变故乡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